你好，是关嘅，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前副总统陈建仁为了支持台南市东区上优质的议员，14号特别南下，亲身推荐台南唯一为人文、教育、音乐甲艺术领域发声代言的议员蔡王全，希望为东区守护关键的一色。另外嘛，为18岁公民权来宣传。一路走来16年，拢是希望会当把这个文化教育拢做到愈来愈好。这种坚持就是咱一个从事公职的人很重要。我感觉这样好的议员，咱就一定爱支持伊，无当高调当选，互大家知影讲，做一个议员，做一个公职人员，毋是哗众取宠，毋是抹黑别人就好。更重要的，民主政治就爱有温暖，就爱有光明，有希望。这就是完全互我感觉的一个气质。台南人有遮尔好的议员，实在是恁大家福气。所以讲，大家一定来支持伊，互伊高票当选，好不好？好。身为一个公众人物，真的要做到像大仁哥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从政人员一直都是列为这样的一个典范。所以今天特别大仁哥来到这边，望全是真的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动。在这个选情非常的竞争的情况之下，让我们也觉得说，稍微稳了一下哈，稳了一下这样子。因为我们东区是一个文教区。文教的这一席需要大家一起来保住它哈，尤其今天大仁哥来到这边哈，让我们充满了更多满满的信心。谢谢大仁哥，谢谢。现场除了创全竞选总部、音乐后援会、甲医界后援会会长的专利小厅，另外还有永康区的议员陈秀平，甲北区、中西区议员陈怡珍，共同为创全来加油打气。伫个支持者的陪同，现场动宣声不断。随后，伫个前副总统陈建仁的陪同，议员蔡王全嘛甲副总统做伙行上宣传车，展开东区车队的扫街拜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陈天辉除了是民进党中执委，嘛是击败台南竞选总部的总督导，为了取票，当时小停18岁公民权的历史使命，伊甲议长郭信良所举办的造势，动员250台游览车，12号下晡伫新营转运站附近，已经超过16000位民众参加，盛况空前。会中主要艺人轮流上台演唱，知名主持人赵小军嘛特别来徛台。下一个400年，台南共同要见证台湾始终向自由向前行，向自由民主国家继续靠拢。所以呢，咱每当选出背过来，每当选出欧罗巴森，袂使选出三不五时，中共要拍来，伊讲卖啦。好，我们去跟他和谈，可以和谈吗？不行。选战剩最后14天，民进党小英主席发出动员令，要求整个台湾动起来，冲关投票率，包括已经第3摆南下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及市长吴美婷、立委陈天辉、甲议长郭信良难得共台。话当选已经无够难熬，话甲烧声，展现大团结气势。台南一定爱冲关咱的投票率，大家讲好无？黄伟哲，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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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哲，动算，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加油！这嘛非常感谢，我嘛讲啊，拄则看天辉讲啊无声，我嘛是声音要无啊，因为大家知影，这场的选举对咱台湾民主足重要。咱台南，我拄到小英总统嘛甲咱讲，我台南一定要稳了调，台南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稳了调，一定要团结，这会赢出胜利，你讲对不对？对。张郭信良强调，当有心人士操作政治时，袂当受到任何影响。强调伊长期的理念，就是挺台湾、顾民主，用具体行动来消停吴伟婷。会中嘛，伊的小介推荐参选的议员同志，用议长的角度募资带小资，让民声大。
台湾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南昆新大天府的平安夜祭已经迈入第19天，在1号的庙前已经摆满来自全国信众甲机关团体夜祭记号相当壮观。加上今年拄好是建庙360周年的圆满，所以对11号一连3天扩大举办，让大家共同来接受王爷的加持。副总统赖清德伫担市长吴伟条等贵宾的陪同，嘛亲自到场主持开幕仪式。会中三官学等代表拢照到，而了夜祭已经不是单纯宗教文化活动，而是加入观光产业的4合一来带动台南发展。3、2、1，请插入圆堆，请打卡。南市是文化之都，嘛是宗教之都，嘛是博物馆之都，所以会当甲宗教甲文化，会当结合做伙，这就是咱这个南文新大联府一直多年来做的这个目标。咱知影，南文新大联府已经有360天。庙里面，不但是足侪，处处拢是古迹，处处拢是文化的艺术品，处处拢有足侪是国宝。咱沿沿海啊，咱的先民本来开垦就特别艰苦，特别艰苦。因讲是筚路蓝缕，所以有今仔日这款的情景，所以咱参加平安夜祭，除了天赏物资，除了求平安，另外咱有对咱的祖先爱怀抱着感恩的心情。我相信，我一直拢是怀抱着这3个理念。无论是我做市长，或者是主持来，其实拢是这款的理念参加平安夜祭。那另外呢，因为19年啊，本来单纯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而且是有加入文化的元素，但这摆已经够有观光入来，而且够有产业入来，所以就已经是4合1啊啦。宗教、文化、观光、产业4项的力量加做伙，就是要带动咱地方的繁荣甲发展。台南昆新大天府的建筑甲工艺，就是台湾寺庙的经典作品。所以会中南昆新大天府嘛，伫副总统赖清德见证，由市长吴伟条正式颁发宫庙博物馆的认证表扬。今年的平安祭。可以讲是历年最大的盛况，咱们是变成咱的从咱平安夜祭变成是咱世界最大的联祭点，所以今年这4方咱南昆新大天府建庙360周年，我们知道360度是一个大圆周，所以就代表圆满。平安夜祭已经是全世界唯一以盐作为祭典的活动，所以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管理处嘛特别推出祈福之路，除了陆续有请盐、祭盐甲下盐等3大祭典，嘛用于北门地区的景点甲庙宇来一段深度文化体验。观光圈的这个合作伙伴已经辅导成功，把它来到这个地方创立一个叫做观光圈市集，是一个休闲氛围的这样的市集，也希望能够把传统产业跟宗教文化，再加上我们现在在推的观光的这个自行车跟这个观光圈市集，带给一个游客以一个展场的这个概念来去筹划这样一个祭典。台南滨海年度的重要活动，邀请民众做回来感受融合宗教文化甲观光产业的平安夜祭。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自透早就有满满的人潮，这是今年的昆新王平安夜祭，其中平安夜祭的发送，吸引不少人前来排队，排1点外钟，就是为着摕夜祭保平安。因为希望大家都平安，全家都平安，国家也平安。最近是第一次来拿，因为小时候也有来拿过。我们从台中、云林、嘉义都有，可能也只拿这一款，因为排队排很长，对，很多人。太热了。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来这边，就是走走这样子，每年都有来。今年总共有5个无同款的平安夜祭，伫无同的时间发送无同的夜祭。
而且代表意义甲设计嘛有卡数。我们把我们的观光景点也纳入了这个沿带的设计当中，对，那可以让民众呢按图索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进行一趟宗教的小旅行，有包含了有幸福、平安、智慧、成功、富贵等等不同的意涵在里面。除了平安阳地发送，现场还佫有传统艺店的表演，有12部祭替民众来赏镜，以及小朋友为狮头软甲狮尾，代表互小朋友会当平安大汉。另外还佫有跋杯比赛，吸引几啊千位民众排队试手气，跋上侪圣杯的人会当抱走36万的奖金。今年呢，我们主要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跋杯的活动哈，最大奖呢是有现金36万。总奖项有到了51万。那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规划了观光圈的市集，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云嘉南滨海风景区周遭的这个咸味好物我们这些的观光圈的业者的产品来在现场做一个展示，然后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能够认识我们在地的咸良好物，创造一股咸味的浪潮。今年拄好是咱昆新建庙360周年，活动扩大举办到3天，吸引一国内外游客前来佚佗，应对最后嘛会收落来发送给大家，祈求王爷会当保庇一切顺利平安。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2000年三立会规杯全国慢速垒球邀请赛已经进入第7届。12号伫原住民迎宾歌舞的热情带动，正式伫台南桂林棒球场盛大开幕。会中内政部处长陈宗安、台南市慢速垒球协会理事长林以进，以及冠名赞助的三立会柜总经理黄永仁等这位议员贵宾，拢到场见证。来看向前方的摄影机，第7届三立货柜杯。就要在今天大家努力的球场上的拼搏之下，要正式的开始了。来自全国21支参赛队伍，也包括远头路对澎湖甲花莲来要做伙车拼。除了拍球交朋友，今年嘛首次进行媒体转播，希望将慢速垒球推广成为全民运动。这次的三立货柜杯，我们期待能打出好成绩，也能走出疫情的第一步。那期待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获得佳绩，也期待三立货柜杯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球赛的飨宴。谢咱三立货柜公司黄永仁黄董事长。因安尼公司全力安尼支持，咱今年上大的无共是咱一只有转播咱有转播，我们的球赛已经进入到体育频道去。那希望未来我们这个三立货柜杯越来越棒，越来越好。能看到全国21精英球队到场参赛，除了邀请全国好手有机会齐聚台南，共同切磋球艺，互相学习，以球会友。更重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将慢速垒球推广成为全民运动。3、2、1，请开球！好球！透过开球仪式以后，正式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分别伫桂林棒球场甲安平区文中66垒球场展开，邀请民众做伙来欣赏。同时，比赛头一天举办选手之夜。除了地政编纳来感谢三立会柜连续7档冠名赞助，积极推广慢速垒球的用心，嘛邀请台南知名总决赛演车选手甲贵宾，同时特别准备无人回轮机的表演来助阵，加上精彩宴会来炒热气氛，别互选手来台南留下上美好回忆。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3号下晡伫前立委蔡佩如甲台南市党部主委林彦良的陪同之下，来到台南市新铁新安宫，为前市议员陈景仪的查某囝安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世伟来徛台。我是要拜托大家支持阮这个台湾民众党唯一提名第6号陈世伟，搁一样啦人拢讲不看生面看活面啦，我请大家
因爸爸较早支持因爸爸的人像我继续甲支持安尼。剩的嘛是讲除了拜托还是拜托啦。我定讲阮较早咧做医生安尼去用拜托，拢是用拜托你的。即摆要选举拢在拜托别人，所以刚才这个所在除了拜托还是拜托大家陈思维一个机会。由文化主产局认证的苏天福老师嘛特别为一把花木兰代父从军，勉励陈思维爱传承父亲互不乡里的精神。陈思维嘛再一次向大家拜托，爱予少年人一摆机会。互我一个机会，思维一定会用心服务，用心服务，而且思维大家拜托。随后柯文哲嘛陪同陈思维进行车队扫街，一路上嘛受到民众热情欢迎。来到庙口嘛有侪支持者来要求下野，人气相当的旺。陈思维暗时嘛参加民众音乐会，甲党主席柯文哲以及侪位党内候选人来合体，用音乐向台南的支持者来讲伊的政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候选人陈金珍阿某以及陈丰武一个伙仔同台唱歌，非常的温馨。这是因家己所举办的造势活动。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綽甲立法委员王定宇嘛特别到场相听。四个人带来一首《你是我的兄弟》，展现着因的兄弟情。黄伟綽甲王定宇嘛特别向台南乡亲时代大力推荐两位议员候选人。咱黄宇拢是我上好的兄弟大家认真拍拼，为了咱的台南，大家在座都会同款，咱做伙互台南更加好，好唔好？东区陈金珍。南关线陈丰武，互恁栽培，你们议会为恁讲话，甲黄伟哲斗相共，互台南市变成咱骄傲、欢迎、富裕的大台南，安尼好无？活动嘛邀请到三立主持人徐桂也来徛台，并且压轴是金曲歌王杨烈以及金曲歌曲张雅文，再来一首搁一首的经典歌曲。这摆跳脱以往的模式，毋是伫台顶激动的演讲，是以轻松活泼的唱歌来甲选民做互动，用歌声来讲因的政见，甲选举变较温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挺18青年 Party 邀请各学校学生参与，是市场有别传统政治人物造势宴会，完全属于少年人的 Party， 让因自由发挥，讲出家己对着18岁公民权的理念甲想法。20年后、30年后，台湾将被我们这一代人所领导，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现在所修的法案，育儿津贴、囤房税。这个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可是我们无法掌握，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看到学生囡仔为了办18岁公民权活动，四处寻求协助，但一直拢无消息，互出的心真唔甘，所以将家己的竞选经费省落来，互这群囡仔办活动。台南一中的学生，然后他们来找我说，他们呢对于挺18的议题想要来推动但是他们去找了一些民意代表，还有我们的这些政党，但是呢给他们的回馈，他们都觉得很冷淡，所以他们就觉得一股热情被浇熄的感觉。那所以他们
们找上我的时候，我听了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学生自己为了挺18已经走出来了，可是我们身为他们的长辈前辈，却没有人去给他们伸出援手，所以我就把我剩下的在选前的这些经费呢，我就来连续的办了2场挺18的活动，要把这个舞台交给学生，让他们可以来畅所欲言，可以来发表他们挺18的这个意见，还有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看法。蔡立青表示，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袂当少了少年人的声音。台湾的民主制度需要继续进步，也需要更多有想法少年人做伙参与支持18岁公民权，做伙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力量，实现民主前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33日暗时，台南市东区蓝天府举行文魂圣地圣诞晚会，是几100外桌。来自各有宫、交背景以及地方人士，拢到场集合。也因为选举要到啊，各阵营的候选人也陆续前来致意。有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龙介、Crazy Friday 林义峰、立委林俊宏、吴鼎武、市员蔡小薇、曾培雅、蔡旺全、议员候选人申之杰、蔡婉晴、李宗林等人，也拢亲自出席，场面热烈。恭祝蓝天文明圣地万寿无量万寿，圣寿无疆。不止台南的政治人物，就连柯文哲也特别到场，为党籍议员候选人友台宣情。那当然是要这样嘛，这也是责任嘛，是吧？我们既然有6个议员的候选人，还有3个里长的候选人，总是要来帮忙推销嘛。应尽的责任。市长评估你提那个议员的部分提60席，有没有机会民众党在台南？我跟你讲哦，每次被人家问这个题，我都不敢回答。这早上我已经回答过了。其实户数的选举哦，比单一的选举太难预测了。因为那种6席、8席的，跟他说单一席次比较好预测，看民调就知道。那种户数选举太难预测了，所以我们只能尽力了。是，所以没有就民调部分，市场有没有评估台南6席的部分有没有，比如做期望值？没有了，我来讲啊，这个反正努力到最后1秒就是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难得来一次台南助选，党籍议员候选人蔡婉晴也趁到这个机会，向现场的民众邮票寻求支持。11月20日拜六，拜托大家东区市员选6号，拜托柯文哲甲你拜托，蔡婉晴甲你拜托，6号一定要保障民众党伫台南上重要一项，6号蔡婉晴强调的拜托，6号蔡婉晴拜托再拜托。水啦！距离选举只剩无到2礼拜时间，各组人马尽量走遍每一场活动，条每一双手，就希望会当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在11月26号顺利出选。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11月26到下1的大选，各候选人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根据CNews 汇流新闻网11月11号上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台南市5位市长候选人当中，支持民进党籍黄伟哲有55%，国民党籍谢龙介19.4%，无党籍的许忠信1.4%，林义峰0.5%，吴炳辉0.1%。同时，超过70%的市民看好黄伟哲会来当选连任，看好谢龙介当选9.2%。另外，针对现任市长黄伟哲伫个表现满意度方面，有65.7%的满意，18.6%无满意。这届的民调访问日期是今年的11月11号，有效的样本1068人，抽样的误差伫个正负3%之内。访问的地区户籍设伫个台南市，而且年满20岁的一般民众。台南新闻综合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